片，他把他们的那个生活全部弄出来。他们一间废弃的教室里面住了46户人家，46户的人全部塞在那间教室里面。那他们那时候天气很冷，天气非常冷，他们在里面生活。所以那些义工啊、志工他们进去的时候，那整个教室都熏的都是烟。煮饭的煮饭啊，烤火的烤火，因为很冷嘛。呛的都已经睁不开眼睛，可是因为很冷，所以你非得取火，你非得起火才对，你不可能到外面去，因为会更冷。在里面起火烟熏的都已经看不见，可是没有办法，因为太冷。而他们的学生，他们的受教权非常非常不受尊重，尤其是女孩子。他们呢，因为要工作嘛，因为那个粮食啊，要种田啊，要怎么样的，所以他们在春天、夏天，甚至是冬天，他们没有机会去念书，所以整个教室、整个学校都是荒废的。没有办法念书，连吃都吃不饱，怎么念呢？然后他们唯一可以念书的时候，就是很冷很冷的严冬。那他们念书怎么念？那个影片就照他们那个教室，没有黑板，怎么弄黑板呢？用那个黑色油漆把墙壁涂黑，这样就可以用粉笔写字嘛。没有办法再做一个新的黑板，把墙壁涂黑，念书。而且他们有名额限制，所以说大家都大排长龙要去排队等待复学。每一个都露出期待的眼神。当同学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真的觉得很震撼。看我们现在在这里的学生，每一个要上学，就像要他的命一样。你看他们是很期待的，就很像是唯一的一个礼物，你一定要去领到。你很喜欢的礼物，如果有的话，真的是最幸福的事情。那每一个小女孩脸上都露出那种期待的眼光，可是她的名额有限。然后他们的小朋友，我们说大人打仗也就算了，可是因为他们整年全年都是战乱的时间，所以他们小孩子大概11、12岁，还没有拿笔，还没有去念过书，他们就要拿枪杆，他们就要擎起枪来去打仗。那影片里面照出来的是一个8岁的小孩子，说11、12岁去打仗这是可以的，那8岁的话是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做，也不用念书啦。所以他们的童年是在擎着枪，小小的那个枪都跟他人一样高他要擎着枪所以当我们去想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这样子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用我们自己的因缘去过日子，要欣赏自己的生活。后学也常常会抱怨就是说我们学校这个学区一大堆流氓就是都会甚至还会拿枪进学校的，带那个武器进学校。然后那时候刚开始后学的班上有2个已经进过感化院的，然后就是反正他也是会在学校里面惹事，对不对？那后学就会觉得说，教书要准备教材已经很累了，还要去维持学生的那种辅导方面的事情然后路上常常都会看到一些大摇大摆的，你看他一下他会瞪你的。那后学就会觉得这环境真是的受不了。可是当后学就是到暑假去进修的时候，看到其他学校的老师，其实大家都在抱怨，每一个人都在抱怨自己的部分。每一个人像我同学，他就会抱怨，就说那个家长都那么爱成绩什么都要老师教多少要考几分如果考不好就要骂老师然后有的老师就会抱怨说，那校长怎么样很没水准，什么有的没有。就发现其实你看别人的时候，你就觉得他那样比较好，可是别人看你，你会觉得我自己这样子是比他还好的。所以每个人都在看别人，可是就忘了自己。所以一个环境不可能十全十美，一定是有好有坏。我们要用我们自己的因缘去过日子，否则我们永远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解决，故意把这个缺点放大，其他的好处都没有看到，只看到那一点缺点的话，那我们就会一直过得很开心。知足常乐，真的要去去好好的思考一下，我们真的是非常幸福了每天都能够安稳，尤其现在又坐在这里有冷气可以吹，真
真的是非常好，跟以前的前他们比起来真的差太多了。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二个活在当下，面对考验。活在当下，每次后学都喜欢讲一个故事，也很喜欢跟学生讲。但是就是说呢，以前有个男的这个一个强盗，他们家非常的穷，一无仗义。他呢好不容易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拿去典当，然后呢去弄了一点钱，还换了一袋谷物种东西那个谷物扛回家，很开心扛回家，因为他们家都没有门了嘛，该当的都当了他就想说这个要藏在哪里比较好呢，才不会被小偷拿走，这可是我唯一的财产。要把它收好，想放在地上不行，太明显，小偷会偷走。可是而且他们家里有老鼠，老鼠又是最会咬东西的，不行，如果他把我的谷物咬掉，然后咬坏了就不能卖钱。他想到一个点子，他想到上面的那个梁子，所以他就把一大袋谷物吊在上面，他就刚好就躺在那个谷物下面，就在那边翘着二郎腿在那边想，我终于有一袋谷物了从今天开始，这个一袋谷物对我来讲就是一个生机我要呢好好的利用它。明天一早我就要拿这袋谷物去市场上换东西那我可以有一些换一些苗来种那帮它除草以后，它又长很大。过了1年之后呢，这个谷物很多，我就可以换更多的钱这个时候呢，我就变成大帅哥一个，因为我可以买很多装饰我的东西那这样子村里面的少女都会喜欢我大家都很怕我就对了，就会来追我我就可以挑村子里面最漂亮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娶她做老婆。那娶老婆当然要生小孩嘛，像我这么优秀的人呢，绝对要有一个这个后嗣来繁衍我优良的基因。所以他就想，他的基因他一定是个男的，这个男的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人，一定是全世界最棒的。那我要来给他取个名字，取什么名字好呢？他就开始在想然后想，他就看到那个窗户上，窗户外面的月亮，刚好是15中秋15日月圆，那个月亮就慢慢这样子在那个窗户那边显现。他就想说，这个月亮真漂亮，可是我的儿子绝对比这个月亮棒1000倍1万倍。好，就这么决定了，我要把我的儿子取名叫做赛月，就是比这个月亮还棒的意思。就他还没讲完，他赛月才刚讲完他根本都没注意到说老鼠已经爬到那个上面的那个梁子，一起在咬他那一根绳子。赛月刚讲完，砰！那一袋谷物就砸到他身上，他就毙命了。所以赛月的父亲，赛月从来没有出生过赛月的父亲已经死掉了。所以就是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人要活在当下常常跟学生讲，因为前一阵他们去避旅避旅之前念书都不专心在那边想要去避旅好玩每个人都是好期待。然后你就看到那个上课的眼神，那个眼神上面写避旅2个字每个人都不专心。我就说好了，你们不要在那里想避旅还是想说要带什么从前1、2个礼拜开始准备要买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回去还在那边照来照去要穿什么衣服比较好看。然后呢好，避旅总算完了，结束了，玩也玩完了，回来1个礼拜之内还是一样，眼睛里面还是写避旅。为什么？好好玩好怀念真好玩。大家开始传照片上课的时候就是传照片我要说你们避旅前活在未来，避旅结束后又活在过去，你们从来都没有活在现在过。其实我们人常常都会这样子，就是会现在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心思跑到别的地方去。这就是我们没有去把握说我们现在该做些什么。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可能想说等一下还要写作业，明天还要怎么样想些有的没有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时间已经慢慢溜走，所以活在当下非常非常重要。那面对考验，我们要勇于接受一些挫折、一些磨难。讲太多时间不够。面对一些磨难当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常常毕业的时候都会说人家一路顺风，其实不可能一路顺风的，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刚开始遇到这个困难，我会觉得好难为什么上天要给我这考验呢？为什么让我这么痛苦呢？
音符，一个音符，啊，谱出生命的乐章就对了啊。到以后你长大，你可能会觉得说，同样是这样一件事情，可是我已经比以前还要容易去克服它了。我甚至觉得这并不难，这很好解决，那是因为你已经成长，而不是因为这个挫折比较简单，不是这个困难比较小。好，人本来就是成长，靠磨练，真的是靠磨练。好，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常常去精进啊、反省、检讨、虚心的改过。我们像国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升旗嘛，国小每天都会升旗，我们每天都会讲一句话，可是我们每天都不容易做到。我们知道一个人要认错很难，我们每天都会希望说我们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我们脸干干净净的，不要很肮脏。可是我们的心，我们都没有去洗，我们心里面想的一些不好的东西，我们都忘了去清洗。我们每次都会做错一件事，就是说下次不改，下次一定不会再这样。好，可是改了一次，改了1天，改了2天，你就没有办法改很久。好，错了不一定能够改过，但是改过了也不一定能够持久，这才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大问题。我们每天都在那边唱国歌，国歌最后一句是什么？国歌最后一句是什么？每天都在管超许中，可是最后都不能贯彻其中。好，所以我们常常去提醒我自己，因为人真的是有惰性的，真的是这样子。好，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惰性，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克服，好，就要花力气去克服它，反省检讨，然后呢，努力的去改过。好，我们说这个八风吹不动，其实在我们社会上有很多东西都在影响着我们，好，把我们吹来吹去，吹得我们晕头转向。可是呢，我们自己要时时的去检讨，我这样做，我今天这样做，吾日三省吾身嘛，甚至曾经讲过哈，每天去反省，然后错的马上改过，并且不断的提醒自己。其实有很好的方法，就是可以用什么一些小卡啦，放在自己的书桌上，或者是就很像以前联考的时候必胜的字贴在墙壁上，然后用那个绑头巾那种感觉，好，就立誓要去努力的改过。第一次可能很难，很快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每次都错了起来，再改过，那个速度就会越来越快，到最后很自然而然这个错误就消失。所以说，其实我们人来就是很难去改变，但是就是要有毅力嘛。好，这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努力的部分。那在这个呢，就是要学习心宽包容，开场心中包容悦纳。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别人为什么不体谅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骑车像后水心很急，或者是 O 型的，所以我什么事情都要就是你一定要给我马上这个时候做完就对了。那像骑机车的时候，或许是飙车族的，就是呢，反正同样的事情你快一点完成不是比较好吗？然后每次只要人家红灯停下，绿灯就准备好要启动了，对不对？通常他在黄灯的时候，你就准备要加那个加速了，开始准备要启动，前面人还不动，你就会觉得怎么动作这么慢？你在搞什么东西？在发呆还是怎么样？就会开始心生怨恨。可是有的时候，假使你在想一件事情，或是你有什么心绪的时候，你骑车会不会突然是谁？也会，就是已经绿灯了你都不知道，然后后面叭叭叭，你就会想说，后面在干什么啊？人家稍微停一下会不会怎么样？是不是啊？就觉得人家好像踩雷舞一样。所以其实同样的事情，我们都不会去体谅别人的，对不对？好，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别人？所以每一个人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有某样特殊的原因。都要学习去心宽，像大海，我们常常以大海为榜样。大海它容纳了很多水，对不对？什么脏水、臭水啦，小河啦、溪流、瀑布啦，石油、漏油的水啦，一大堆水，家庭用水，巴巴的。可是，一到了大海就怎么样？同样都是咸的。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去从万事万物里面去学习一些道理。仔细去思考一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好，那接下来呢，第二大点就是我们要因为时间的关系后期就不多说了。第二就是我们可以付出我们自己的爱心，我们要去散布关怀。笑很容易，真的笑很容易影响，而且你积极的
的那种思想很容易去影响别人，所以人家没有人会喜欢在一个常常会踩到他地雷的。像有一阵子的同学就会说，人家因为他心情不好，讲到什么你踩到我的地雷了，然后他就开始生气，你踩到我的地雷了，然后一直踩人家地雷。所以一个身上有很多地雷的人，你会想要跟他在一起吗？当然是不会。好，情绪可以说是21世纪的连线。一个人的情绪可以影响到四周围的人，甚至可以扩大到好几个世纪以后，信不信？白居易《琵琶行》，大家高中应该会看过，对不对？为什么他会写那首？因为他听到江上有一个琵琶女，琵琶女她有想过说，我一时难过的心情，我弹奏的音乐会让白居易写一首诗，然后影响到21世纪的我们吗？所以情绪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真的是非常大哈！我们只要愿意去散播我们的欢乐、散播爱的话，其实我们很容易去感染别人。好，再来最后一个就是布施的部分也是在里面哈，慈悲施舍非常重要。其实布施最重要一个就是不要心不甘情不愿啦，做什么事情要心甘情愿啦，财施、法施、无畏施都一样。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后学就不在这边多说哈。那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呢。我们要看重自己，信心以待。其实以前在比较早以前很多人都说假手那你笑的只是小手没有用不然就是说你们吃素很奇怪什么什么怪事的。现在不一样了哦，现在一路上好多素食店哦。像后学常常喜欢去逛那个夜市的时候，就会观察这一条路有几间素食店，然后如果开9间，像那个嫩江街三明区那边好多素食店，就觉得好开心。然后我就觉得这边卖东西的老板都非常可爱，然后就会去数说有几间的素食店，就觉得很开心。其实素食在现在已经非常盛行，而且经过很多研究发现，在植物里面有很多化学的。有一些很多化学的物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克制癌症。因为我们知道癌症有分成初始期嘛，初始期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细胞 DNA 受到破坏。那后来初始期经过到了启动期的时候，所谓的启动期就是那个受损害的 DNA 的细胞不停的不正常的扩增，不停的生长，然后一直到了发展期，它就变成肿瘤。好，那经过很多的证实，像什么番茄啦、花椰菜啦，好多植物，它都可以在这3个时期里面去遏制这些不好东西的发生。所以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好，我们择其所爱，我们也要爱其所择。我们要相信自己，我们选择的路是对的，道真理真，天命真的。好，大致上讲这样因为时间关系，后学就不能再扯太多了那真的是这样子我们都知道得到4大难，对不对？得到哪4大难？中华男生，你看我们很辛苦，不是在阿富汗的战乱时期，不是吃不饱的时候，人生难得。还有呢，3期难遇，真道难逢。道这样国家每个人都可以求道，好，只要你愿意学习的话，都可以有所获得。那这样子的话呢，后学最后以一首歌，其实后学不清楚说，这首歌各位伙伴有没有听过？好，但是后学看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后学觉得非常符合这一次上课的主题那应该各位伙伴手上都没有歌词，没有关系，因为它字幕蛮大的我们可以来唱一下这样。它是比较热情的感觉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你看一下里面歌词，这是孙燕姿的歌那但是后学觉得非常有意义，也非常符合我们这次课程的这个需求。我说呢不讲了啦，就直接唱好了。大家一边唱的时候就可以一边看那个歌词好，那就麻烦那个切线帮我们播放。大家可以唱看看，当然下课的时候就播播一下。是否还记得从前美丽的颜色？有没有去唱的？那时天很蓝，我们的未来都在
没关系，那其实它蛮好学的啦。我们就最后再唱一次好了，各位伙伴吧。如果说你对歌词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请讲师帮我们录下来。好，大家可以留下来，因为它这首歌蛮不错的，很有意义哈，虽然比较快一点。那我们要不要再唱一次？把那个歌词好，稍微再唱一次好了哈。好，那就唱这首歌这样。好。讲错的地方啦，或者值得商榷的地方，那就请各位伙伴呢私底下来跟后学指导。那感谢
副理事还有典场一些讲师们给后续这次机会。那后续就到这边做了结束，好，谢谢大家。刚刚我们吴讲师讲的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非常的生动哦。连后续刚刚在旁边应该做自己的事情，结果都好像忍不住是听。一。
一一一星时17日志19支教井号一井号11井号11星时井号17日志井号19支教井号11井号11星时井号17日志一星时井号一星时17日志井号11井号11星时井号17日志井号19支教井号1234567井号一人井号一人作虚井号一人当签井号一井号11井号11星时星时井号17日志17日志井号19支教19支教井号1234567 1234567井号一人井号一人作虚一人作虚井号一人当签
一人当签。井号一，井号一，井号一星时，星时，井号17日至，17日，井号19支教，19支教，井号1234567， 1234567，井号一人，井号一人作虚，井号一人当签，